一連出咗2集土庫曼，對於呢個神秘嘅中亞國家，好多你估唔到好玩有趣嘅地方。睇完2集，係咪好唔夠喉呢？嚟到土庫曼最終章，梗係要主菜登場啦！一於金睛火眼睇下私人土庫曼嘅 omakase。首先呢，就帶大家去捐下樹窿，尋找最隱世嘅村落。哇，仲可以超近距離接觸傳說中嘅汗血寶馬，約你去火星露營啊！喂，行埋沙漠咧！終極目標，梗係帶你入火坑啦！我哋就有5架4驅車係離開首都，就會去睇好出名土庫曼嘅汗血寶馬嘅一集。有 party music 啊裏面，恭喜恭喜！好重型嘅 party music， heavy metal。要補充一句咧，好犀利！我哋坐嘅係大 Jeep 大4驅，咁係有5架嘅，每架車咧就坐到3個，先好舒服。由首都開車去汗血寶馬嘅莊園咧，大概需要2小時。首先咧就由莊主，即係呢個馬場嘅老闆介紹一下汗血寶馬嘅獨特之處。Нашим гостям покажем, как правильно надо входить в контакт с лошадью. So, first of all, we are going to show you how to get contacted with this wonderful horse. Затем мы покажем здесь лошадей. Then we're going to show you our wonderful horses here. Затем желающие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одежде, но за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ую плату смогут прокатнуться на лошади. And for the who wishes to ride, you are welcome to ride and next this wonderful horse. Okay? К лошади надо подходить спереди, чтобы она вас видела 2 глазами. 莊主咧就話你一定要望住汗血寶馬，俾佢睇到同埋感受到你。研究馬匹歷史專家咧就認為汗血寶馬經歷3000多年培育而成世界上最古老又優秀嘅馬種之一，體能強壯，蹄堅硬。你睇下土庫曼嘅國徽就知道佢係有不能取代嘅地位啦。有説佢可以日行千里，實屬係土庫曼國寶。阿爸好靚喎！一睇就知道港女啦，係嘛？話說呢隻咁靚嘅汗血寶馬係領隊 Frankie 年多前帶團嚟莊園嘅時候，啱啱出世2日。莊主咧就諗佢叫咩名好呢？ Frankie 就話就叫港女啦，咁靚女。It's blue eyes horse, very expensive horses. 我日日有㗎，靚，好靚好靚。一齊啦 ，OK 啊，靚。夠唔夠力啊 ，Baby？ 哇，好襯佢白佢，影個相先。係啊，三當公主。我哋咧仲可以着起民族衫，策騎汗血寶馬行一個圈。雖然咧自拍唔到 video， 不過感激我團友 Beyond 同埋 Peter 相助幫我影靚相，大家都好開心呢個難忘體驗。跟住咧，我哋仲好幸運入到去馬房種地去探佢哋添。啲馬真係好可愛又黐人，證明同人嘅關係好好啊！睇得出湊佢嘅人咧都好愛錫佢哋，感受到嗰份信任啦同埋愛，真係睇到心軟啊！去探港女嘅時候咧，佢對我哋好好奇啊！一邊食草，一邊咧就望住我哋，真係好想出嚟咁啊！哎呀，你真係想出嚟嘅！佢嘅身體咧好溫暖又強壯，佢哋藍色嘅眼睛真係好獨一無二，好特別，好靚啊！
港女，你要健康，開心成長啊！Hello，喂，樹窿啊，聽見唔係人都得嘅。落車嗰陣咧就冇拎 Osmo 啊，多謝 Sophie 姐去部 GoPro 俾私人拍攝。樹窿咁細啊，真係要超廣角先至影到㗎。12個人入晒嚟啦，係咪12個我哋？13個，聽見唔係人都得嘅。捐完樹窿咧，我哋仲喺隔離啲小攤檔買花橙添。我咧都有入貨啊！我哋跟住咧就上咗小村嘅山丘，呢度咧就有棵500年歷史嘅老樹，月光下好有生氣啊，特別吸引攝影師嘅我。呢度咧就有個傳說，曾經有個女仔遇上災難上山求神庇佑，見到山上面祈福嘅布條，令我諗起西藏嘅經法。企喺山上面可以俯瞰全村連綿山脈，令人心曠神怡，空氣咧都清新啲啊！隱世小村仲有樣著名，喺村民墓園裏邊每一個墓碑上面都安上咗羊角，相信係祝福同埋守護嘅意思。跟住嗰日咧，我哋就開始揸車入火星啦！哇，揸車入火星，你話係咪好勁先？好彩坐4區入沙漠咋，段路好似好定，其實超拋啊！係部 Action Cam 夠穩定咋。終於嚟到火星啦！趕及日落前抵步，預夠時間慢慢行，慢慢影。呢度嘅懸崖峽谷以不同程度嘅火紅色天然組合而成，形態獨特。由日落影到日出，欣賞唔同時間光嘅色溫角度引致嘅色彩變化，令我諗起美國嘅羚羊谷，又令我諗起電影127小時嘅個人冒險之旅。哇！真係影到唔捨得走啊！仲記得喺首都出發去睇汗血寶馬當日有雲，仲有啲雨。點知嚟到火星呢一日呢，越走越靚天，清到一片雲都冇。夜晚仲見到滿天星星，仲有流星添啊！
尋晚先讚完嘅超級靚天，今朝諗住約埋大家起身去睇日出，點知啊食白果，哇！尋晚好凍啊，大家着晒所有衫喺身，今朝一見到火堆咧就即刻埋去取暖啊！你睇呢位哥仔幾好心機，切水果為大家準備早餐，仲要擺個靚盤添。講你都唔信啊！頭先至話個天 A4 白紙咁，食完早餐又大大個靚藍天喎。我哋急不及待約埋太陽伯伯去琴日日落位呢個火焰城堡呢，又影餐飽啊！即係諗到嘅打卡款都出齊晒。如果唔走住，真係可以影多日啊！真係要講句，我愛上火星。離開火星，我哋向裏海出發。裏海個名好型啊！地點哇，原來係遊樂場，哇，真係估你唔到喎！哇！土庫亞航空啊，勁啊！俾啲嚟交，飛機冇油啊！有油貴啊，想做啊，有慳油啊！係文怡，有咩感受啊？以明直線輕鬆，輕鬆。OK，too easy。你點啊？OK。哇！休息過後，我哋再次入沙漠。今次咧就行入去我哋嘅目的地。呢個設定好明顯又係私人嗰杯茶啦。坐咗4個鐘頭左右嘅4區，入完油之後呢，我哋就嚟到茶室飲杯茶，見下個靚仔老闆先。睇落又真係幾靚仔喎。我哋日落開始行入沙漠。呢一日我着咗喺 Ashgabat 首都買嘅長裙，係當地大學生嘅校服，亦都係當地女生常着嘅服裝。哇，好靚啊！個天燒得好靚，超級靚。呢段旅程好治癒，好似置身喺另一個世界咁。好感恩當晚唔凍又冇起風，我完全唔使着外套，只係孭起部相機，拎住支 Osmo。多謝 Frankie 幫忙拎腳架同閃燈，造就咗我哋喺沙漠影到呢一張好難得嘅照片。汪汪，小朋友。哎呀，好堅持啊你！話你咁樣，你又要快啲，我又要快啲喎，係咪啊 ？BB 你想點啊？
哎呦，唔係有一隻瞓覺咩？頭先話喺鐵路嗰度，跟住醒咗又醒咗，我又知喺呢邊喎，勁啊真係！哎呀，你兩個小朋友唔使走啦，係好得意啊！聽朝佢仲喺度嘅時候，就你搞掂佢。哎呀，你又打喊路啦，攰攰啊！Tea House 行嚟呢個蒙古包營地，大概行咗1個鐘頭45分鐘到啦，都幾快。呢個就係營地啦。喂，牛肉喎，我幫你啦，我做嘢好快手㗎。送我8等蚊。哇8等蚊。切！地獄之門係土庫曼嘅頭號景點，呢度距離首都 Ashgabat 260公里嘅沙漠地帶。喺1971年，蘇聯工程師認定呢度蘊藏豐盛嘅油田，開始進行鑽探。當工程師揾到天然氣嘅時候，鑽探營地突然崩塌成坑。工程師預期氣坑會釋出有毒氣體，認為將氣體燃燒係最佳嘅解決方法。估計氣體會喺幾星期之後燃燒殆盡，點知一燒就超過50年。喺地獄之門最難忘係漆黑中由遠至近，感受呢個舉世知名、獨一無二嘅火坑力量。好喜歡走上小山丘，等待日出。面前嘅土地遼闊無邊，俯瞰地獄之門由漆黑至白晝嘅轉化，再度感受好治癒嘅時空，好似生活喺世外一樣。仲有可愛嘅小狗相伴，真係甜蜜又幸福。我係扭親㗎，你再諗下。阿婆，你見到你應該笑緊我。做旅遊人要知道自己喜歡邊一類嘅旅遊地方，做寫攝人更加要知道自己中意乜嘢嘅攝影元素。好多謝自己選擇咗土庫曼，打開咗我對中亞迷思嘅一扇窗。土庫曼有不同類型嘅住宿安排，由靚靚大酒店到簡單民宿，甚至乎係露營蒙古包一樣照顧周到。舒適又體貼嘅交通安排，專業嘅司機團隊真係好有默契，好正啊！食物方面，由地道嘅包餅、手抓飯至雞牛羊，甚至乎海鮮都有，絕對有得揀，唔會令你失望，仲會有驚喜添。今次好幸運遇上好玩團友，呢條片有唔少 behind the scenes都係從團友照片中揀選嘅，令到旅程最終章更圓滿、更窩心。
再次多謝你哋每一位。旅遊同攝影從來都係我杯茶，喜歡用照片、錄像同埋文字去記錄、分享世界。我已經決定咗不久嘅將來會去埋其餘嘅中亞4國啦，實在滿心期待啊！